人我爱你。台南物件好食，这免讲笑。无疑问，新正伊面甲我过味阁笑。讲离婚，斗伙迄天会记青草几顿。下早顿，看是要杀肉鱼糜的阿喜乐，有肉汤。但是朋友，我讲真诶，迄款店恁排队诶，拢是游客咧去诶。阮是自己咧去诶，阮在地人咧去诶。这位可能无几个，生意较好，分店嘛袂规死价，摊拄好就好嫌钱济。40钱诶，迄一个甚至就规气毋买。讲完迄一个嘛，无品质有一堆问题，就是恁个店拢几十年开始去跳诶，50年起价，60年会100年切草地。台一年，你观光客你，台南是左转东北啊你台南我爱你，一起唱你台南我爱你，你台南我爱你，一起唱你台南我爱你，你台南我爱你，一起唱你台南我爱你，你台南我爱你，你台南我爱你。民宿头家带你洗个指甲，洗牙齿，当交朋友用心陪甲你骂，真欢喜。台南温暖这是家拢满满，人情味，报路报甲一半会跟我行，带你去。迄个上好才是佚佗，命大一下佚佗，享受滴佚佗，阮会学这起着，但阮变啊真的，讲物件超低调，人客人够疲劳，莫硬客来佚佗，我讲生笑，阮拢虽然面对一切，较轻松，要甲阿伯可能是迄，啥物档，到外地对着同乡的，硬开讲，每家会袂天去做伙，想台南，台一年，西南在处理观光客呢，台南是左转东北啊你台南我爱你，一起唱，你台南我爱你，你台南我爱你，一起唱，你台南我爱你。你台南我爱你，一起唱。你台南我爱你，你台南我爱你，你台南我爱你，你是台南，是台南，讲台南，讲台南，讲我爱你，讲我爱你。谢谢公视台语台的邀请，我是大基，感恩。